哎，我跟你说个笑话，好哦，笑话。不好笑了。大家好，不好笑又开课啦！我是前校长笑话王，我是蔡教官。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客家的节庆祭典活动啊。关于这个祭典活动啊，以前客家人只要不乖啊，老师就会记点。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很不乖，老师就记了我8点，我就跟老师说，老师你在记8点。关于这个祭典活动啊，就是客家人的节庆活动，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义民祭啦。是啊，义民可是以前在械斗、民变还有战争中因保卫家乡而牺牲的义民哦。我也很有正义感，你看我是不是很像义民呢？是哦，哇！这个梗也太烂了吧！那一鸣惊人。讲了那么多，肚子开始有点饿啊，好想吃个甜食啊！哎，潘教官，你干嘛跑到童话树下面啊？而且你是在演甜甜圈吗？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可是什么？我不爱甜甜圈啊！好，讨厌，失败了。那你爱什么？我爱的其实是油桐花啊！油桐花可是客家人早期的经济作物啊！而且它的果实可以榨油，树干可以做火柴跟木屐啊！啊，你是要讲完没？手很酸呐。讲了那么多，这样你终于了解桐花祭的由来了吧？了解了。好的，我们接着就是介绍第3个祭典——收东戏啦。哎，你们再这样烂梗，我就不录了哦。哇，这也太不入了吧！好啦，不要闹啦。简单来说啊，客家传统收东戏就是客家人为了庆祝秋天丰收而办的一场酬神大戏啊，是客家族群凝聚认同感一项很重要的活动哦。而且在网络上都还有很多关于收东西的影片哦。东西收得好，人生没烦恼，只要10分钟，房间清好空。请拨打收东西热线5080777777，我能帮你清一清，清一清。哎，这个刚不是用过，怎么又再用一次？因为我们没梗。哎，没梗的话那该怎么办呢？没梗的话，一定要去上客家电视台的网站啊，上面有很多有梗的戏剧跟节目，而且只要完成上面的活动办法，就可以抽我们的限量笑话册喽。哎，不要再提到我们的笑话册了，如果想学梗的人点进去看到要收笑话册都点出来了。真的哦，不要问我。各位朋友们，不好笑，下次再见。下次要跟大家介绍客家人都在拜什么啦？拜什么？当然是拜拜啊！哦，拜拜啾啾。拜拜。